我而家做緊私人品酒師。咦？哇！我睇相都聞到醬香味喎。我真係喎，俾大家睇下先。佢公平講呢啲收入50-60萬一年喎。喂，即係你係咪試完之後咧，覺得好飲之後，再掠翻出嚟俾啲客飲㗎？咁例如咧，其實我哋係會幫客人鑑定拍賣翻嚟嘅一啲酒啊，有白嘅、洋嘅都有。咁有啲酒會咧揾我哋去幫佢哋出一啲酒水嘅方案咁咯。等我考下佢先啊。點樣分辨白酒係咪純糧嘅咧？我哋可以滴喺手心裏邊去搓熱聞下，有冇啲焦糊嘅香，或者係放喺屋企嘅冰箱裏邊零下5度一日，睇下有冇一啲輕微嘅混濁。或者咧就可以睇下點着佢係咪藍色嘅，咁呢都係啲品質好嘅純糧先至會有嘅。哇，唔簡單喎！但係你呢個職業咧，打過嚟評車，你平時唔開嘅係嘛？當然啦，飲酒唔開車噶嘛，大家都知道。但係我經常咧幫我啲客戶去送我啲酒水方案啊嘛。咁你知州啊、深圳咁樣嘅雨天，話落就落噶啦，落大雨咧個路面就好濕滯，開車啊真係好考功夫嘅。咁我身邊嘅朋友咧都推薦我去睇睇嗰個自己嘅 L6，佢話落雨都會好好開喎，所以就想問問你哋咯。喂，我睇到公平咧，好多人都想跟你入行喎，即係唔係話50-60萬一年啦，攞翻15-16萬一年都好喎。咁所以咧就我揾台真車試俾你睇，但係你要負責帶我哋100個粉絲品酒，同意點讚？可以。就咁地。首先呢台嘅智己 L6嘅雨夜模式，6隻電子眼加激光雷達。廣東嘅天氣突然之間橫風橫雨，淋到前擋變晒抽象畫，你都知啦，你經歷過咧，諗起都驚啦。即係 L6直接會將個實景還原到呢個屏幕上面，相當於幫你開咗上帝視角，冇晒死角，唔使左右及啊，符合駕駛者開車嘅直覺。呢個就係呢塊屏幕嘅意義啦。智己 L6嘅 DZT 動態追蹤勁犀利，你睇佢大芒仲會對行人同埋非機動車咧標紅警示、安全提醒，夠晒醒目㗎。喂，但打滑好攞命㗎喎。呢個靈西底盤咧就好似輕功水上漂啊，就好似有隻無形嘅手幫你咧去校定個方向盤啊。濕滑路面咧未打滑，暗中幫你校翻正。我試過積水嘅時候，仲可以升高個底盤，前245後275嘅混合軚盤，抓地力直接拉滿啊！嗱，廣州嘅天氣咧真係好似四川變面咁樣嘅，一陣咧就曬到瓜晒，一陣就落雨轉得超快，車入邊咧曬到成個蒸籠咁樣。但係你睇。呢個天幕有10檔嘅調節，對於女士嚟講勁貼心啊！呢個功能就好似移動防曬遮咁樣，幫你全方位、全波段去防曬，紫外線根本入唔到嚟㗎。佢哋話防曬即係防老啊嘛。大熱天時嘅時候咧，就算塞車塞到心煩氣躁啊，嗰啲妝容咧都汗咗喺塊面嗰度咧，就唔使見客嘅時候咧擔心補妝補到手忙腳亂，傾生意都順晒嘛。而家嘅汽車市場咧，唔單止拼配置價格，細心到連落雨同埋夏天用車問題都幫你考慮埋。你話呢台嘅 L6係咪適合都市生活嘅精英呢？車就借完拍完噶啦，點個讚，要求唔高啩？各位兄弟，評論區留翻個腳印，一齊學私人品酒。跟住加點讚，用車冇使煩。